看倒来到咱台湾大罢免要进入第3阶段，就是投票。即马中选会公告讲哦，第2阶段的人数有5个罢免国民党立委的案，已经请领衔人来报警。最后就互那亚立委林书明来质疑讲，敢是中选会咧为这个罢免团体，这个联署案敢有来违法灌水？这个话是去互罢免团体来反驳。 检方侦办全台罢免无实在联署案，伫台南大罢了后，国民党宜兰县党部主委林明昌等12人，19确定互宜兰地检署起诉。检方表示，罢免立委陈俊武的联署书总伪造份数超过5000份，党部阁互抄写名册的党工1000至1500块的费用，这是集体假造，已经涉犯告知法，也甲刑法伪造私文书等罪。我同意。 根据中选会18个公告，5个哪位罢免案2阶段联署需要报警，包括台中的颜宽恒、江启臣、杨庆英，也甲新德县的林书明，以及差564个人的新北罗明才。罗明才办公室嘛表示尊重公民的权利，相信乡亲看到地方的进步，会投无同意票。最近我们的志工会更加密集的来出现在街头上，跟民众做沟通，补件的这个数字。 那我们目前手中的数量是足够的，不过呢，我们还是希望可以继续的朝向更多的收件量这个目标来迈进。罢团表示对报警有信心，不过嘛呼吁第1阶段签过提议的民众，避免第2阶段搁重复联署。 对这代志，哪位林书明表示，这个中选会护航罢团，认为罢团掠夺恶名已经明显作弊，中选会却搁提供补考的机会，构成渎职。我想我一定会对中选会提出告诉，有400份是重复联署的，这是真的这个人重复联署的吗？是否有伪造文书啊？是否有滥用各自违反个人资料保护法的相关规定？我也会提出一并向地检署提出告诉。 我不知道林思明委员，你们国民党95%伪造的这个比例有什么资格来说我们？所谓的灌水，你说1阶不得重复为2阶，这不是本来就是这样的事情吗？林书明要求中选会应该宣告罢免案无成立，罢团是呼吁选民爱站出来展现守护台湾的意志。公视新闻采访报道。